丈夫，宁愿死，不愿受辱。你无要害我，就我害你。我了解你内心的痛苦，也明白讲你本性毋是遐尼只残忍凶恶。凭你对魂略绝，在咧夜馆迄两个人一条性命都无够死。你无想要杀因，可见你的良心还阁袂绝，所以我也无想要杀你。但是你抛出我一个目睭，你今日若无杀死我，日后我会可怜成狗，对魂七绝，我会来找你报仇。如果命中注定我应该死伫你的手头，我也绝无怨言啊。好，一言之受，日后我一定会来找你讨。你是安怎唔杀伊？等伊连成对魂七绝，你就会无命。伊还阁有理性，为好作创，必然有难言的苦痛。多谢救命的大恩。其实救你的人毋是我，是伊啊。伊对你欠下留情，有几啊摆要互你走的机会，是你家己无发觉着。伊都要杀我，是安怎会救我？伊是被逼的，看一举一动，我就会当了解内心的苦痛。所以我也要互伊知影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我毁掉着伊的道眼，只是要建构伊利益。你安尼做，唔惊日后你也来杀身之祸。到这样阵为止，以我所知影，无人练成这个追魂七绝。练追魂七绝的人，毋是死就是破相，所以无人敢冒险去甲伊试啊。顾海武功胜过天下无敌，对魂略绝。你所学的是甚物武功呢？是毋是会当甲我收起来做运动，也通我帮忙我完成心愿？你甲安东道府范用这道煞是结什么仇？为什么要去刺杀你？家父是以前范阳总兵白昭凤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白小姐。那安尼你毋免阁再讲，一切代志我拢总明白啦。你知影啥物？白总兵安排就以客丹公主进京，被人陷害，冤枉律死啊！你知影其中的内情？家有忠心嘛。啊。
人只是受命立位。对，我知影，朝廷有人啊。这么重大啊！所以我劝你唔通停养，凭你家己一个人要兴起，就伊朱元新两个咧，唔是因的对手。何况事关重大，我相信有一天朝廷会向恁老爸请病。我这几句话对我来讲只是金言良语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。我的小名叫做如月，以后唔知要安怎甲你称呼。你叫我爸同处就会用的。你问我的名，对你来讲也无啥物重要啊。无咯，应该真重要啊。哦。莫非阁下唔肯放过？无，我这是……既然阁下不便之处，小女子绝不强人所难。只是救命之情，英明我类，不知何时何日，才会当搁再甲阁下相逢。有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？但愿夜夜相逢在梦中。别讲呢。如月，当初为什么要变我恋母？原来就是要叫我一世人替朱元心做上天爱你的代志。
李大人，伊对咱的恩情，若无伊，咱是袂当活起咱哩。我活得这么痛苦，活得这么受罪，我宁愿死。阿爹也甲你同款，甘活了快乐是无？男是为着要找你的老母、甲你的小妹、甲你的小弟，我何必就忍辱偷生？我要找到阿娘甲小弟的以前，我的目睭已经予人拍一日出来了。想会到人生你天下第一剑，竟然会摆在平义同志手下，伊的讲话这么好。平义同志，我一定要连成对魂七绝，杀死平义同志。袂用的，现在当今武林无人有法度连成七绝。我知影连袂成我的志向，但是这是生甲死在咧赌命。真是，真是，不管你变成安怎，我也是你的未婚妻。我为杀人不可，我袂用甲你成亲的。你袂用放弃杀人妻。你看，你上细看，一干之事，我用的无性。你既然有能力伤你一日目睭，你就当将你杀死。既然你手下留情，你就莫搁再。你袂了解，你袂了解查某人的自尊。伊予我活了，比予我心搁较残忍。我的爷呀，拢都爱受着折磨，伊是伫咧冤枉我。提出讲哦，全心找找你安乐，甲你的小弟小妹。现在最重要，就是爱杀死伊平义同志。亲情甲爱情，你拢无爱心。我了解你即马内心的痛苦，嫌过你都爱三思。你杀死平义同志，你是会当得到啥物？你只是继续做低人心的杀亲，那呢？你会活甲搁较痛苦。妾为今仔日要来暴露21年前的秘密。小王爷根本毋是王爷的亲生囝，也毋是皇族的血统，伊无资格通做小王爷。应非只言成空理，为公主当我理，为强名利，利我去，眼看有笑，心内变。王伟，你为什么搁摕这尊互相出来看？王爷，明离甲咱相处21年，咱的感情已经真深啊！我无爱伊离开咱。这尊互相，咱已经甲伊保管21年了，伊拢毋知影。只要以后，咱莫对伊讲，明日绝对永远嘛袂甲咱离开。你讲对也毋对？啊，毋过英辉伊会甲传这层的秘密啊！放心，若无互相的旨意，伊绝对毋敢显得遮大胆来暴露这个秘密。明离这几天到底是咧办什么代志？哪会一出门就毋知影头转来？以我的猜测，可能是皇上直接命伊去办什么款重要的任务。啊，伊也袂晓武功啊！万一若是拄到什么歹徒，是要安怎？最近我听讲，江湖上出现一位白衣童子，已经杀人无数。伊所杀的，拢是一寡目无法纪的人啊！
迄个陈公主即马已经伫咧正经的路上，明日伊若是转来，你着爱阻止伊，莫甲迄个英妃计较，爱将迄个公主让互我殿下。这件事我已经有甲伊参详过啊，我相信伊绝对会让步接着。明日这囡仔到底是走去倒位咧？你伫咧追踪进贡的行列，后你到底是有啥目的？我爱看闹热啦。啊，倒迄哪有啥物好看啦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毋是想要抢公礼对无？抢公礼？我若甲要抢公礼，我倒不如来去抢公主，无搁较水。啊，啥个啊？好，我就知哦，原来你就是爱着迄个客丹公主啦，所以你毋才会规号一直家己对对来甲遮对哦。公主向来天仙牛，多一个侠客不风流。若是有福气，带伊做牵手，我愿这青春十里秋。哈，你哦，哈，笑死人！想娶公主，你愿要收，今世做闺你也风流。我扛起汉你卖小想，无做白日梦一场。你是讲我自作多情？迄这可能毋敢自作多情尔，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一个戆想啦。你看我真无气呢。哎呀，毋是啦，那我实在哦看你是有气啦，所以毋得叫你哦，毋通痴心妄想啊。这话是安怎讲呢？你啊，哈，莫讲是想要娶客当公主啦，连你想要甲伊芳茶啦、芳水啊，迄都无你的份咯。我再讲起来吼，你会知影咧，你是朝廷下手500两，比你还轻冤哦。迄都无一定哦。分阴分流，关路关，若是冤路轻成转。虽说公主不良的轻犯，迄个去车道的带迄个王宝钏。啥个啊？你想要甲四边跪甲乌宝川比啊？去这将来做皇帝，伊是风风，你是山家，身份家底为是差遐济，讲话毋惊笑人个。你尽量笑，笑甲你规个喙齿落了了，就无人伫咧甲你甘心啦。那我吼，实在是足关心你的啦。迄是我的代志，你甲我管遐尼真济啊？啊，毋过我吼，那我是真心伫咧爱你呢。可惜我真心搁伫咧爱公主。可惜你永远甲死哦，都爱袂着公主啦。我永远到死，若爱袂着公主，这也是我心甘情愿，我也一直要甲伊对。嘿，对到若会当看到伊一面的，这是我心愿意足啊！你哦。
底其实是安怎？哪会三更半暝插入本公子的房间呢？公主，一路上所发生的代志，敢讲袂明白？你若无死，我会无命，因为你生出太水，所以我唔甘互你死啊！你若是听话，我保你一路平安无代志。够小小地波滚！大人啦！这下你无性命。公主，这个人爱互伊死。现在袂用死，我要带你走，看是要安怎样向上交际。我要互伊行行行行，互伊慢慢一步一步行入死亡的界线。大姐，你要带我走？敢讲你无要跟我走？我当然是愿意啊。哈！